上海3万生意单子，带你进去看看杨梅馆几多年前，有种人侪不相信的。耳闻是虚，眼见为实。杨梅馆，你看看，98，我去年来还是88了，收税32，一斤吃3斤，大家看看啊，3斤3足68，蛋白96。哎呦喂，请动地个节奏哇！现在呢，晓得知伐？为啥带领我每日天寄搿场点杨梅馆到上海去？一斤还是3斤？哎，你导致猪胎赘了，好下畅通。好危害我，那么哪能雷公现在结婚的？你看看江浪有几个人打？我跟你讲，衣着公道，大道不清。后平饭店的单子，2年之前一个现在，我一个人进去先烧脱子一道，用脱子550块呀。今朝吧，因为夜里向有昆山一块肉了，非这个时候吧，随便的哈也清单单里向去挖擦掉了。观前港这单队是出县场，南京路宣单队外滩，不管是88层的上海金麦大厦，还是已经关门的苏州太平洋8号，不管是繁华还是落魄，历史的车轮总归永远向前。事已公告，永远是赢的人失之处。地铁来，干铁猪，现在跟我到昆山去吃肉啊！吃出来不能完蛋。乌鸦子，再讲预计是昆山南站单子。今朝等下你个是不知哪样子一块肉啊哈！心心念念的昆山一块肉上来。我曾经也到一个上海的男的过来吃饭，吃几个人呢？那会天天骂我。我俩是单独进去吃的。是的。你们2个人啊，白眼狼呀！我跟你讲，白眼狼，全世界最大的白眼狼。今朝是大手笔子哇！上个礼拜用好，下个礼拜吃好。那个是圆桌山青菜啊！哎呦，我欢喜欢，不白嘞！我再会吃5个豆皮啦，还有块肉，一只粉皮还吃。曾经2只进千几里啊，吃到烧菜千几里，一打12个菜还吃。我3月份吃完了还吃个菜，随便有种人吃饭不帮你喊，我带你帮了是同一只白眼了。你先搞一点冻姜，他个傻，晓得吗？没事也上不来，但是倒是我不能忙着，倒是我。